租客拖欠租金，甚至租期完結後唔肯交還單位，業主可以點做？合法收樓程序應該係點？由於單位出租後，租客有權利合理地佔用單位，業主擅自上門、滋擾租客交租交樓等行為，有機會構成侵擾。要合法收回物業，首先要到土地審裁處提交申請收回物業管有權通知書，並且準備好已加蓋印花嘅租約以及其他租賃文件，然後將通知書副本寄予租客，以及連續3日到出租單位門口貼上通知書副本。完成後須於3日內到土地審裁處宣誓。如果租客提出反對申請，就需要排期等候聆訊，大約花費半個月或以上時間。相反，如果租客冇提出反對，申請人可以喺無答辯情況下申請作出命令，得到判決書，並且申請管有令狀。最後視乎當區執達主任排期，平均等候大約1至2個月時間，執達主任就會連同申請人一同上門收回單位。個別情況亦需要安排所長一同上門，方便破門入屋。中原測量師行租務管理團隊經驗豐富，熟悉相關追租收樓程序，可以為業主提供意見，並且協助向土地審裁處申請收樓令，保障業主利益。如果覺得呢條片幫到你，歡迎 like 同 subscribe。如果有其他租務問題，可以直接揾中原租務管理聯絡。